奈梦睡了，我知道，是带着我跟爱宝的故事，痛苦的睡了。但我的思绪，却无法让我停止下来。爱宝，爱宝，可能停电了。爱宝，别动啊，别乱动啊！爱宝，呀，跑哪去了？别跑，别胡闹，赶快出去！不要，外面黑，我不要一个人在外面。我跟你说啊，这身上都是湿的，听话，出去。哎，吹什么话呀？干什么呀？胡闹！别胡闹，别忘了我是你爸。快出去！但你也是我的爱人啊。别胡闹，把手松开。你再告诉我，我是谁？爸爸，爱人。